位有緣人，你哋好。今日係3月11號，我講你聽日視頻，我係華先生，你哋好。今晚咧就跑馬地有9場嘅賽事嘅，咁我先講第2場4班嘅1200米。1號咧莊交班跑咗4次，走勢普通。佢呢次落班嘅，不過咩頂磅喎，即係9檔位差啲，機會打折扣啦呢啲馬。3號川河營區49分，呢個評分咧係冇隻數嘅。佢外國跑得多喎，跑咗10幾次㗎。咁加上佢成場跑完瘦19磅，唔係咁理想啦。冇進步嘅自購馬不要為妙。4號啦，呢個皇帝英豪49分，評分係冇優勢嘅。不過呢個馬咧有全速㗎，佢仲要10檔12檔好，佢都會搶到前面擺前走㗎。不過咁呢次佢有馬同佢鬥搶放嘅，佢係12檔嘅位差嘅機會咧，我認為唔在嘅。6號你知我得，今季跑咗3次，走勢算差，能力健壯嘅6歲自購新馬不要為妙。7號最緊跑咗3次，走勢係普通嘅，但係佢狀態起咗。佢臨場咧，如果有20倍內咧，你就可以跟進嘅。我而家揀唔到佢嘅，因為我有馬揀。10號全為火影，佢5班贏咗上4班跑，2次走勢都算差嘅。對住呢一組，佢更加冇優勢，唔要。11號精益大師，121磅，3檔好位，佢有一期放頭滑手可以跑嘅，但係有馬同佢鬥搶放啦，呢組多馬搶放啊嘛。佢機會大打折扣嘅，再加上係質素有限公司，唔要。12號魅力之福近3次咧跑得極差，11檔位差，跑法被動，機會不在咯。第2場順序啊，2號星雲少爵，5號鳳翼天翔，9號爆竹，8號幸運愉快。第3場4班1650米，1號假馬之王跑咗4次，毫無走勢，落班咩重磅，11檔位差，1000零磅馬冇優勢可言咯，唔要。4號康昌之星132磅，佢成場一檔好位嚟嘅，佢轉彎直路之後咧前面望空㗎，有機會贏啊！我睇佢最後尾咧跑第4，加速力唔夠，個勁力唔夠啊，負過幾馬位。我唔覺得佢叻咯，但呢次12檔佢更加難發揮啦，係嘛？不以為妙啦呢啲馬。5號奮鬥輝煌，佢成場守好位，跟前跑嘅，最後尾佢都跑第2，以盡所能。咁喎，佢隔14日再跑喎，佢成場用咗力，體力未必恢復到㗎，因為佢都用力搏咗成場跑第2，所以我覺得啲馬咧都係唔要好啲嘅。6號追風128磅，佢評分咧回落到51分，我覺得佢都冇咩優勢啦，因為都去到6歲咧，差唔多啲馬應該係。咁再加上艾兆禮思源大閘都幾好㗎，思大閘講真嚇，艾兆禮思啊都幾好嘅，佢又唔揀喎，唔知點解。但係呢隻馬係潘頓包辦佢3嗰邊嘅，佢贏3場都係跑馬地，潘頓包辦，但潘頓都冇馬騎嘅喎，艾兆禮都冇馬騎喎，呢場馬點解要俾潘連飛騎咧？可能關照佢嘅話，我認為呢啲馬咧得個 fit 字啫，分就冇隻數嘅，咁對手跑得差先有機會，所以我就覺得你哋睇啦，臨場佢有飛，馬又靚嘅話有10倍啦，可以要嘅，講真10倍。因為對手都唔係超強嘅，但係都惡過佢嘅，所以我都而家唔揀㗎嚇。7號極速滿貫，評分51分，冇優勢，加上上場跑完之後瘦20磅喎，1000零磅馬極之不理想，隔14日跑體力未必恢復到㗎，加上10檔位差，機會大打折扣。9號大數據咧。佢122磅都算咩輕㗎啦，對成佢人幾磅啫，對成你人10磅8磅，
但近3次嘅走勢係算差嘅喎，係冇咩勁力嘅。呢次田太都騎翻佢嘅，但我覺得6歲自購新馬能力見盡，好似冇進步嘅。但係面對強組，我以為機會不在咯。10號大浪源田跑咗10次，4甲不入嘅馬，質素有限公司不以為了啦，係嘛？12號陸小鳳真情好嘅喎，揾希威森擺明係想放頭跑嘅啦。佢又抽到3檔好位喎，咁咧佢一定放頭走嘅，係咪？做少唔放頭守2、3位，但呢組又多馬搶放，再加上佢跑完成場瘦17磅，千零磅馬仔得翻1020磅似，極之不理想啦。加上講真，咁快再跑呢啲馬，我認為減分機會多咯，所以我都唔揀佢。咁第3場咧順序3號香港神區2號紫荊歡呼8號百心之星11號起馬。第5場3班12米1號安康萬里75分評分咧係冇優勢嘅，咩重磅對手又真強咗，我覺得佢機會不在咯。4號俏眼光隔10日跑，場場硬正㗎，跑1000贏咗2邊㗎，今日成次又跑1200，我覺得跑得密咯。再加上9檔位差啲，要考佢嘅體力，要考佢嘅進度。對手講真唔弱㗎嚇，所以機會我諗佢都係3344咯。5號方唐冇事，3班冇優勢，成場守好位跟前跑，直路前面衝刺，最後咧得第3，以盡所能。加上咧成場用力拼搏，隔14日跑，體力未必恢復到㗎，都係觀望好啲啲馬。6號星火燎原呢次佔跑馬地跑係好嘅喎，搏新鮮感㗎，因為泥地叻跑馬地都可以㗎。咁但係咁講喎，66分評分咧係冇咩優勢嘅，雖然2檔好位，跑法主動去跟前，布文識執生㗎啦，布文跑，但係即係咁講，得個搏字難言穩陣咯。你哋臨場自己睇啦，即係喜歡咪拖佢咯。7號仍然威風124磅69分，贏完之後跑咗10幾次到啦，應該冇再贏嘅。雖然佢有第2、第3，但係馬好似冇進步喎。3班我覺得佢好難贏咯，減多幾分落班會好啲係嘛？所以我都唔揀佢。9號愛國者上季3月中到跑完到而家足足1年啦，爭幾日1年先出嚟跑，屎個大閘冇乜走勢，而創學又冇咁叻我就唔會要啦呢隻馬。咁第5場順序呢個3號天外迎天，10號佛亮老窩，8號百進福星，2號寶進。第8場3班12米，2號傑出漢子，7歲馬啦，能力見盡，隔14日再跑，咩重磅？不過3檔好位，放頭或者手好跑，即係放頭隻手好位跑希威森做到嘅，但係多馬搶放咯，我諗機會都係3344咯。3號阿基拉成場贏咗，今次孭多9磅，隔14日跑，8檔位差啲，不利嘅條件存在，我唔揀。4號手到齊來，6歲自購馬67分，呢個分數冇優勢㗎，加上隔10日跑多馬搶放削弱機會啦。5號精彩福星成場突然其來㗎，即係跑1000嘛，成日1200落飛㗎，不過都輸咗跑第2嘅，即係咁講啦，佢負個幾馬位，我認為佢都盡咗所能㗎啦已經。
呢次隔7日再跑喎，我覺得呢啲馬咧我唔會揀嘅，因為太過危險啦。因為啲祖馬都有馬隱藏嘅。7號啊，太精神，佢連拼4次都贏唔到嘅，檔位都好㗎，2檔啊咩4、5檔咁嘅啊，都係唔叻咯，跑到得個第2啫嘛。佢隔14日再跑喎，佢一定搏，係咪？佢未贏啊嘛，要交代。但係話3分評分係冇優勢嘅，都係得個搏字，我唔要。10號飛躍星伴跑咗5次，毫無走勢，9檔位差，繼續以賽代操。11號熱進齊歡跑4次，走勢線差，10檔位差，不要也罷啦。好，第8場順序啊！6號勁進非凡，9號喵喵怪，1號好好戀愛，8號長勝隊長。各位有緣人，今日提供值得投資嘅馬呢係第3場嘅3號香港神區獨贏位置。另外呢，我提供2300個 win，2100嘅 pace 係第2場星雲笑着係2號馬嚟㗎，跟住第5場3號天外迎天。祝各位有緣人 win Q 齊中，多謝你收睇。各位有緣人，請你多多支持我講聽嘅視頻啊！分享俾你啲朋友啊，同埋推介俾啲新嘅朋友啦嚇。同埋你加個訂閱啦，同埋俾個讚啦，多謝你哋分享啊，多謝。